继续要来关心，咱咧讲防疫，千万唔通铁起。有网友发觉讲，宜兰有一个查甫过年进前含中国的某，倒来到台湾过节，伊无乖乖伫咧厝内。过年这段时间，含厝内人出去外口四界拍拍照、热热闹，引起民众看了到地拢足紧张。一寡网友伫咧伊人面切老话，因老爸嘛无依法，讲因囝敢若找伊出门尔，其他的时间大部分拢伫咧厝内。宜兰县政府卫生局进一步来了解，嘛已经派人来到这个所在。因翁仔某两个人是无代志，嘛无去挖到戏验的镜头，照规定叫两个人都要家己隔离。过年食好了的翕相拍卡，毋过煞造成民众的惊吓。原来葡文的中国籍的查某人甲因翁拢是为武汉回来台湾的。人面册真侪网友拢留言讲，四界拍拍照，阁无家己做管理，卖出门是要甲人害死是无？真足甲看查甫人家己嘛回朋友讲，家己坐后一班飞行机就有一个病例。经过我们了解，他的确是1月20号就已经回来了。那是疫情跟现在疫情当然是不一样的。那我们也了解他的确是很健康的，目前，所以请大家也相对不用担心。宜兰县卫生局接到通报了后，嘛随派人去这对翁仔某引导调查，发现原来这对翁仔某伫武汉食透露，今年正月20伫武汉肺炎封城进前就回来台湾啊。初步观察，因翁仔某拢真健康，不过也是要求查甫人按照检疫通知书的规定，踮伫厝内一直到2月初3才会当出门。我们也正式宣告，请他自我检疫隔离14天。之前台中才有台商为武汉回来了后拍拍照，佮拍卡普文，互民众拢惊到要死。即摆佮发生为武汉回来翁仔某，甲回来台湾的行踪抛出来，互人看。查甫人的人面册，互生气的民众骂甲无力，敢若希望伊会当乖乖遵守防疫的措施，莫造成大家惊吓。记者综合报道。